Hello 各位 YouTuber，歡迎收睇第11集嘅旅遊雜誌。咁呢度就話呢，免請假出走呢個嘅四大消息的地方嘅。今個星期一眾打工仔呢就會好 happy。心思啦嚇，咁呢修訂7日係3日嘅長假期，就不如去下呢個珠三角洲去旅行，平均團費都係369蚊，已經有交易，包括2日食宿全包嘅，就係呢個珠海長隆海洋王國、永安旅遊、康泰旅遊嘅網上圖，咁呢入去玩呢就395蚊起啦，玩對順嘅一圖俾大家即日起星期二、星期四、星期六、星期日7日起天天出發，咁呢就係中山嘅酒店啦，喺深圳上香港首日午餐晚餐，第二日早餐及午餐，各景區入場費都係120蚊嘅啫，係2日團嚟嘅，呢個都係369蚊起嘅。呢個團呢就係6月出發日期就係6月27號起，就永安旅遊嘅小童收費120蚊。咁呢就包埋 CNY 10嘅租呢個冬衣係啊，由6月27日起嘅，呢個就係永安旅遊嘅，呢個就係康泰旅遊嘅，就由呢個6月22號、25號、29號、7月1號、7月2號長江水世界、中山等等嘅國父孫中山嘅居住地方。咁呢個就係團費就係120蚊，呢個呢就係2999蚊起，就係7月1號嘅中國旅行社嘅團嚟嘅，咁呢就團費就180蚊，冇錯啦。好，我今日講住咁多先啦，大家記住訂閱 YouTube channel。